台灣演藝圈傳出令人極之唏噓嘅噩耗，曾演出過《薰衣草》等多部經典偶像劇嘅43歲男星黃凱，喺2026年7月26號下午被鄰居發現倒臥喺台北住處，不幸逝世，震驚各界。呢單突發嘅新聞亦令到台灣網民正在瘋狂熱議緊一個離奇嘅玄學巧合，因為當地極之出名嘅命理師廖美妍上周四啱啱喺王牌節目《命運好好玩》中對2026火馬年下半年發出嚴厲嘅警告。佢當時指出，今年逢午火相刑，下半年名流同埋青年族嘅猝死案件會特別多，而且佢特別強調危險嘅都唔係老人家，而係年輕人。冇想到節目播出僅僅幾日，43歲嘅黃凱就喺7月26號突然離世，令大批網民高呼恐怖。其實台灣人之所以對呢個預言深信不疑，討論度極高，係因為呢一位命理師以前就有過多次震撼全網嘅準確記錄，例如多年前佢就曾經精準預言過台灣會面臨嚴重嘅金融風波同埋大地震，甚至喺幾年前某位台灣大牌明星爆發轟動全城嘅債務同埋感情危機前，佢亦喺節目中成功預言到對方會一夜蒸發咗數千萬元，家醜震撼全城。每次都講完冇耐就會立即發生事實，難怪當地網民今次都會集體感到不可思議。雖然玄學嘅嘢信不信由你，大家亦會理性覺得只係巧合，但係前一日仲拍緊新劇《百味人生》，第二日就突然離世。呢一種人生無常，確實令無數影迷心痛。願男神一路好走。你對呢一個巧合又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討論下，記得訂閱啊！聽娛樂。